喂，hello，歡迎翻嚟啦！我個 channel 啊，上次見就24號到而家啦喎，係咯，大家有冇做下 gym 啊、練嘢咁啊？好，今次咧就呢個側踢啊，側踢啊，咁啊拉筋就唔同大家拉啦，唔好嘥大家時間。假設你拉咗咧，熱咗身啦，係啦，咁咧就開始啦。開始，咁我哋正常裝先啦。左前右後 ，OK，側踢，揾下先 ，OK，手都係喺度。咁啊，左腳先咯喎，可能硬側邊先啦，硬側邊，即係防範人哋啲腳啊，咁啊硬走佢咯，當係咁咯。3收腰，4、5係啦，6係嘛，拉上嚟，硬落去係啦，拉上嚟硬落去係啦，硬落去10下啦 ，OK，我就5下就放鬆踢嘅，5下就用力少少，係啦，咁冇咁易受傷。咁咪到後腳咯喎，後腳又係人哋腳踢出嚟，又係防衞自己下盤啦。7、8、9，或者你直接踢佢隻腳都得。10係啦，好。And then 咧有呢個前側踢，你見到好似冇咩威力咁咧，其實都係好好嘅干擾啊，因為佢動作細啊嘛。嗱，收上嚟啊 ，OK，硬出去，係啊，就咁簡單 ，OK，收上嚟，硬出去，1、2、3，練熟咗個動作先，唔使快。4，收上嚟，硬出去，收住個 pat pat。5係啦。6、7、8、9、10，好 OK，咁啊搞掂啦，咁啊到右腳咯喎，右腳都好常用嘅，右腳向前咗啦，再即係一慢動作係難解釋啲啊，側側地再硬出去，係啦，咁你動作好少拆細路咁樣嘅，如果連貫啲咧就咁樣，2慢啲，3咪硬到你呢度，硬出去，係啦，4冇錯啦，個人都轉埋裝噶啦，6、7、8、9、10，係啦，咁啊轉啦，咁我踢得都唔係好噶啦，但係冇理由等自己完美咗先嚟講噶嘛，我只有完成嘅啫，完美有冇可能噶啦？完美得嚟可能都10年後。OK，轉咗企呢邊。好，我位置。咁我咪生性，頭先個咪不斷索嘅。OK，forever。好，轉咗右腳先，1、2，你打住去踢你啊，成啊，擋一擋。7、8、9、10，純粹係腳力㗎咋。OK，後腳1、2，用啲腰收啲腰，想有力咧轉埋腰。7、8、9，可以踢下隻腳咯，呢個10係嘛？係啦。OK，and then 到前踢咯喎，前踢硬收上嚟，硬出去，係 OK， 2、3、4，好似冇乜威力，但可以保持個距離啊！大家硬開去，唔對你咪走咯。Right， 係啦，6、7、8、9、
10，哦 perfect，OK，咁咪快少少咯，係咁樣啦，係好後腳 Sam 夾上嚟，轉一轉，扔出去，係啦，咁咪一下 perfect，come on，係3去4，轉下 angle 啊，4、5、6，呢個都好好嘅運動啊，係會喘氣嘅咯，8、9，可以放鬆晒嘅，引誘去攻擊你，10係嘛？OK perfect。嚟緊啦，仲有2招，又好實際嘅，呢啲都係熱身，嗰2招好實際。見到啦，後啲先 ，yes。頭先話2招好實用喎，啱唔啱實用啊？就係容易發招咯，係啦。嗱，都係咁企啦，硬呢度，即係腳嚟咗，右腳嚟咧，左腳就縮咯喎，縮上硬啦，係啦，咁落翻嚟，咁咪1啦。2啊，跳叉叉啊嘛，3啊，4啊，係啊，5啊，係啦，快啲啦，6啊，7係，8係，9係，10係。咁如果佢企喺你前邊，咁你都可以踢到佢咯，唔使呢啲咁大動作，咁人就可能走咗啦，或者你咁樣硬又冇力啦，係咪啊？咁解決晒個問題。就係咁樣，嚟一步，硬佢，跟住就跌翻個馬，係咪好實用先？係好實用㗎。一係，係啦，個馬永遠都係咁樣嘅，係上落啱練咁樣先咯。一嚟走，好似有磁石拱佢出去咁樣，係啦，係啊。OK，change，哇好熱啊，跟住 change，用跆拳道真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啊，我覺得。用腳係攰過咧，用拳好多，腳嗰個肌肉重大啊嘛。好，到右邊一模一樣，即係轉咗個腳啫，左右都要練嘅。硬落翻嚟，係啦。2、3、4放鬆，5、6 let it be， 唔放鬆咧發揮唔到，係啦，快啲咯喎，6、7係，8係，9、10係，just like that，just like that，上即刻上，硬完落翻嚟，係咁上下啦，係啦，一硬，落翻嚟保護住自己係嘛？係啊，打人試探下先啦。OK，that's good。因為到最後一招，呢招咧成日電影都會睇到噶啦，又係好實用嘅。好，呢招就係移動側踢，前進側踢。好，正常你唔喐咧嘅話，短距離啲，正後腳起高，扔出去，咁樣試下先啦。係啦，2慢慢嚟，3係4係5，有力水咯，係6、7，呢招好實用，8，
學低你受傷，whatever，堅持，9，堅持最後就勝利啦，10 ，OK，嗱慢動作，拉呢邊，夾上嚟，跟住再硬出嚟，嘿，整體嚟講就係咁樣，好冇？嘿，係啦，如果你想再遠啲係點啊？可以再遠啲嘅，咁咧呢隻腳踏咗出去先，再呢隻腳再硬，再去，咁你偷咗半步啦嘛，咪可以再遠少少。try one，或者可以隻手個 Bruce Lee 咁隻手揚一揚，佢為你打佢頭啊嘛，但係你又唔係喎，揚一揚，自然反應佢保護個頭啊。OK， 揚一揚，再硬去第二度咯，係。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係，就掩掩樣樣咁樣就好啲啦。佢又唔知你做乜，係嘛？掩掩樣樣好啲。咁整佢通常佢整住整呢度，係嘛？掩樣樣啊，唔好用太多啦。佢知係流嘢嚟嘅，係嘛？掩樣樣，咪踢佢個肚啊，係嘛？踢個肚，點知係踢佢個頭啊？都係嗰啲板斧啦。好，而家轉裝，轉右邊，睇下拉屎，好斷起㗎啦。OK， 呢邊靜嘅睇到，向後收，硬出嚟 ，1， yep， 2， 3， 4， 轉右裝 5， yeah， 6， 7， yeah， 轉咗睇到唔同嘅部位啦。OK， 好 ，8， yeah， 9， yeah， 10， 呢個分叉擊，想再前啲嘅 ，right， 搭一腳再去，咁啊前咗啦 ，right， 2， 1， 3， 放鬆，表達你自己，用你動作表達你自己 ，right， 咁啊。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呢招又係好實用，因為俾佢擾亂咗。你唔係單一出腳，你所有動作擾亂到佢，但係好實用。咁啊 ，yes， perfect。睇唔高嘅，幾多個裝係咁啊？跟住呢度下邊先，咪整兩下先。OK， 1、2、3、4、5，係啦，睇下邊呢度啊，1、2、3，即係有啲腳出嚟啊，一腳硬住佢咯，硬住佢。
Oh, so what? Why? What's happened? What's happened? What's happened? Oh, let's do it again. 聽睇清楚啲，係啊，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係啊，好，ready，出，係啊，然後出去。喂，即係好多時，好多時唔係將一件事做到完美啊，你要完成咗佢得㗎啦，冇嘢做到完美嘅，即係等我練到 boost 啲飲出嚟，冇可能啊！你要完成一件事，就唔需要完美嘅。完美你慢慢你就會 improve 你自己會好啲。等一件事完美先做咧，就唔使做。好，跟住到呢度，好停啦，跟住就有個大馬啦喎，呢個成日睇電影見睇到㗎咯喎，係點咧？企呢個位最好，睇電影睇到咯，咁樣你就喺呢度叉隻腳向後，呢隻腳伸，扔出去，呢個最實用，係啦，慢慢去咯，慢慢去咯，三，係啦，四，成個身中落去，係啦，四，五，六，八，係啦，啱開始又唔好用力住，九，驚扭親，OK，另一邊 change，你另一邊呢度一樣啦，腳向後趌上嚟，扔出去，身體力量落埋去，係啦，一啦，二，三，谷住個腹肌啊，身體平衡，隻腳去腳踭向前咁滯㗎啦，扔出去，係啦，扔出去咧，如果係沙包人咧，俾你扔到好遠。好，今日分享係咁多。